大家好，歡迎大家繼續收睇我哋老外小百科嘅節目，我係洪偉文醫生。今日我哋嘅嘉賓仍然都係我哋老友黃炳康醫生，佢係一位神經外科專科醫生。黃醫生你好。Hello， 你好。我哋上兩集咧就討論過動脈瘤呢個問題啦。咁我哋今集咧想講嘅中風。提起中風咧，有一個字咧，一句説話咧係最容易俾人 quote 嘅，就係黃金3小時。其實可唔可以再講一講俾我哋聽，乜嘢何謂黃金3小時？其實黃金3小時咧，某程度上咧已經係過氣㗎啦，唔啱㗎啦。中風急症治療嘅發展咧已經唔同咗好多啦。我哋而家已知嘅咧就係原來咧中風接近80%係一啲缺血性中風，即係塞血管嘅個案。的確係可以透過打溶栓藥物去通翻啲血管啦，減低個風險嘅。不過咧，原來由你嘅中風有病徵起計，原來咧每1分鐘係壞死190萬個腦細胞。即是話咧，越早去通翻條血管咧，越早去打呢啲溶栓藥物咧，個成效係越好嘅。而家嗰個治療嘅窗口咧，有大部分嘅病人嚟計咧，已經去到4個半鐘頭。即係話咧，大部分嘅病人4個半鐘頭之內去打一啲溶栓藥物咧，都係有效嘅。不過係越早越好。所以咧，通常我提醒所有嘅市民都係，我話唔好諗住黃金3小時，我就等正3個鐘頭先至行入去醫院。第一樣嘢就係要知道，越早係越好嘅。第二要知道，亦都唔係所有嘅病人都可以適合打啲溶栓藥物嘅。首先啦，要肯定係塞血管嘅個案先啦，所以要早啲去醫院。因為去到咧，除咗要評估，亦都要做一個電腦掃描。電腦掃描咧就係攞嚟肯定個腦入邊係冇出血嘅，因為仲有2成係一個出血性中風啊嘛，一定要排除咗呢樣嘢先可以打藥嘅。醫護亦都要評估翻你嘅病歷啦，你而家身體嘅狀況啦。原來血壓太高又唔可以打嗰啲針藥嘅喎，咁有好多禁忌症。咁所以咧發展到而家咧，除咗打呢啲溶栓藥物之外咧，一啲比較嚴重嘅比較大範圍嘅中風，我哋話一啲主要嘅血管閉塞，講緊通常係腦入邊超過2毫米咁粗嘅血管，如果有閉塞嘅話咧，甚至乎可以透過一個微創嘅導管手術去做一個導管取栓術，即係用導管微創嘅方式去攞走翻血管裏面阻塞血管嗰個血栓，去打通翻條血管。咁所以個治療咧唔單止係打針藥㗎啦，而家甚至乎有手術去做，但係個重點都係一樣，係越早越好。又要提醒翻所有嘅人，個口訣叫做談笑用兵，英文叫做 Be Fast。講緊咩咧？就係 B 就係 balance 啦，I 就係眼啦，睇嘢睇唔到啦。Fast 就係 FAST，face 就係塊面歪咗啦。Arms 半邊身，通常係左邊或者右邊咁樣，半邊身喐唔到啦。Speech 就係講嘢唔流利啦。任何呢啲突然出現嘅病徵，包括突發性半身喐唔到啊，突發性講唔到嘢啊。突發性嘅嚴重嘅頭痛、頭暈等等，我哋都擔心係咪中風，咁一定要把握最尾個字 T 就係 time。任何呢啲情況要把握時間，盡快去班救兵。咁所以極度建議大家唔好記住黃金3小時啦，記住個口訣談笑用兵，記住 be fast。有一啲突然出現嘅病徵，要盡快去求醫。總之就越快越好。冇錯。咁講到個 time 個 T 啦，個時間性啦。咁頭先你講咗啦，一個介入治療取栓術啦，攞走啲血塊，盡快拎走佢，通翻條血管。呢一個有冇一個時限係一個國際上都覺得應該要喺呢個時間裏面做係最好嘅咧？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候都會講6個鐘頭就係嗰個時限。不過有少部分嘅個案咧，超過6個鐘頭，甚至乎去到24個鐘頭咧，都可以幫到患者嘅。有啲研究甚至乎話咧，無論幾遲都好啦，你通翻條血管，總有一啲好處嘅。不過答案都係越早係越好，因為個概念就係，無論你係打針藥又好，做手術又好，你越遲去通翻條血管，好多嘅腦細胞都已經壞咗個腦細胞係不能夠復生。就算我俾翻血佢都壞咗啦，咁都唔會翻生，咁個病徵就會持續。反而越遲去做，個風險就越高，因為你突然之間將一啲血管通翻，但係嗰堆腦細胞已經壞咗啦，你俾翻啲血佢就反而容易流血嘅情況。咁所以越早越好。明白，任何情況都係越早越好啦。講到流血咧，你剛剛啱流血咧，其實如果佢嘅中風唔係缺血性中風，係另一種出血性中風，個處理嘅方法又點咧？
出血性中風當然咧就係講緊爆血管啦，個腦入邊啲血管破裂啊，引致一個腦入邊有啲血塊嘅問題啦。咁就一定唔係話打針藥啊、通血管嗰個問題啦。咁通常呢啲個案咧喺照完個電腦掃描一睇到係出血喎咁樣，我哋第一樣嘢要留心患者佢本身腦入邊嘅壓力會唔會太高，血壓會唔會太高？呢兩個壓力好重要。有個血塊多咗喺個腦入邊，突然之間個腦入邊多咗啲嘢咧，驚佢壓力太高嘅話咧，我哋可能要考慮幫佢做一個減壓嘅程序。不過呢啲相對嚟講係少數嘅，絕大部分出血性中風個血塊如果唔係太大咧，都未必一定要靠手術嘅方式去攞走佢，反而好重點就係要控制好個血壓，因為好大程度上出血性中風都同高血壓有關。如果血壓控制唔好咧，個血塊可能越變越大。可能個患者一開始嘅時候仲清醒嘅，但係隨住個血塊越變越大咧，慢慢變咗昏迷啊，越嚟越攰啊，咁可能到時就真係要做一個手術去將個血塊攞走去減壓。咁所以腦壓同血壓嘅控制係相當重要。有少部分一啲出血性中風咧，我哋會懷疑係同一啲血管病變有關，包括動脈瘤啦，上集提過㗎，因為蛛網膜下腔出血好多時候同啲血管瘤有關係。又可能係一啲血管畸形啊、血管漏管啊等等。如果醫生擔心係呢一類型嘅情況咧，喺我哋穩定咗個腦壓同血壓之後咧，亦都值得做一啲血管造影檢查，睇清楚腦入邊血管有冇呢啲病變。如果呢啲病變係隨時有機會再出血嘅，可能亦都要做一啲相關嘅程序去處理，減低佢再出血嘅機會咯。我想請問，如果我哋知道有個潛在嘅問題引致出血性中風，例如有個血管畸形，咁我哋點樣處理咧？係咪盡快要攞個出嚟，定係要觀察咧？血管病變有好多種啦。我哋之前提過嘅動脈瘤咧，短時間內可以再爆嘅，嗰啲係非常之擔心嘅，咁所以要盡快封咗佢。頭先你啱啱提嗰個叫動靜脈畸形或者血管畸形啦，就係一啲唔正常嘅血管喺個腦入邊，個情況就比較複雜啦。咁我哋可能咧需要做一啲血管造影，詳細地去睇清楚呢啲咁嘅血管畸形有冇一啲高危嘅因素。如果有嘅話，可能真係要盡快處理㗎。多謝晒黃醫生，咁多謝大家嘅收睇，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